唔知大家覺唔覺呢？其實通常台灣或者係香港嘅 cases 呢，佢都係有少少靈異嘅元素喺入邊嘅。咁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案件都係有好多靈異嘅元素啦，同埋會有託夢嘅元素嘅。特別係當兇手冇辦法喺法律上面得到佢應有嘅制裁嘅時候，竟然佢喺獄中離奇死亡。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台灣竹東鎮嘅少女命案。大家好，我係 Liz， 我係 Ryan， 歡迎大家收聽願聞其詳。咁都好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支持同埋俾我哋嘅星星啦。咁我哋發覺咧喺呢個星期都多咗好多人去 follow 或者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咁呢度都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支持啦。咁大家都留意到，其實我哋嘅案件都開始加入咗啲廣告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花少少時間聽我哋嘅廣告，因為我哋創作都唔容易。希望大家如果聽廣告呢，就係俾我哋一個支持啦。咁另外，如果大家都想再支持我哋嘅話呢，亦都可以上去 Buy Me a Coffee 嗰度請我哋飲杯嘢嘅。咁就事不宜遲，開始我哋今日嘅案件咯。係啊，呢個好似係個台灣嘅案件喎，同埋有啲靈異嘅因素喎，上次聽你講。我哋今日嘅故事呢，要由一個都幾普通嘅14歲女仔開始講起。喺新竹縣嘅竹東鎮有一個讀緊國中2年級嘅女仔，我哋今日暫且叫住佢小美先。小美呢，喺老師嘅心目中係一個都好文靜、好善良，甚至平時都幾乖巧嘅學生嚟㗎。但係呢，小美嘅青春期就同好多同年紀嘅女仔好唔同。佢經診斷係患有輕度智障，喺學校呢係讀緊資源班嘅。資源班係咪真係嗰啲特殊需要嘅班級？係啦，就好似你咁講啦，資源班呢就係為一啲特殊需要學生而設立嘅一啲特別方案嚟嘅。咁學生大部分時間呢喺普通班都會同一般嘅學生共同去學習啦，但係部分嘅時間呢就會抽離到去一啲特別班嗰度接受資源老師嘅指導。即係其實佢可能都會同正常班係有啲重複嘅一啲課堂，但係有某啲時候咧就會被人抽出嚟咁樣。係應該就係啦，因為社交上面佢有啲障礙啦。咁小美其實喺學校入邊呢係冇咩朋友嘅。甚至成日都會俾其他同學仔蝦佢嘅。咁你可以想象下一個其實都算單純嘅女仔啦，俾同學仔排擠同埋聽埋啲閒言閒語，咁佢可以喺邊度揾到溫暖呢？咁究竟屋企係咪佢嘅避風港呢？其實小美嘅屋企係都幾清貧嘅，佢哋屋企咧係唔係一啲正常嘅房屋啦，我會話。其實佢係住喺一啲俾法院查封嘅屋入邊嘅。即係 suppose 已經係冇人住或者唔可以住噶咯喎。如果俾人查封咗嘅話，係啦。咁佢就係偷偷地搣開咗個封條，咁就入去住。但係又冇俾人發現咁樣。冇嘅。即係一路 keep 住就住嗰啲。係啦。咁屋企入邊咧係冇水冇電啦，亦都冇電腦冇電視嘅。爸爸同哥哥咧就要出去做嘢揾食啦。咁屋企對小美嚟講，其實係冷冰冰嘅四埲牆嚟嘅啫。所以小美每日最期待嘅事咧，就係去網吧啦。但係咧，佢去網吧就唔係好似一般細路咁入去打機。佢其實只係想上下 Facebook 咁樣，同老師啊，或者係同僅有嘅幾個朋友仔可以傾下偈。即係佢都有網上同人交流嘅，有啲網友咁樣係嘛？好少咯，其實佢可能係出 post 多啲嘅。即係 Facebook 度，或者睇下人哋嘅 post 咁樣。係啦，即係可能佢係出 post 去講下自己有幾唔開心、幾孤獨咁樣啦。咁啱啱都講咗小美屋企好清貧啦，咁所以其實佢都唔會話使好多錢嘅。佢每次去網吧咧，其實都係點杯平平啲嘅嘢飲，咁就可以 stay 喺嗰度噶啦。係低消啊！呢啲咁嘅嘢。應該係2015年嘅5月17號，一個好普通嘅禮拜日夜晚。小美咧就同平時一樣，同屋企人講咗聲，就獨自去佢平時去開嘅嗰間網吧。當時冇人估到，小美行出屋企門口嗰一刻，竟然就係佢最後一次留喺屋企人視線入邊嘅背影啦。咁我哋就嚟睇下小美嘅屋企背景啦。小美嘅爸爸咧係一名派遣工，亦即係 agent 請嘅員工嚟嘅。為咗支撐成頭家，佢每日都係做唔停手。
工作都幾忙碌嘅。即係總之個 agent 有咩工俾佢，佢就要做啲咩噶啦。係啦，咁其實佢就好少時間可以陪到佢嘅仔女啦。小美屋企嘅生活壓力都好大啊。其實小美屋企有5個兄弟姊妹嘅。咁好唔好彩呢？其實佢哋5個人都係有身心障礙手冊，亦即係香港嘅白卡。其中咧，小美嘅家姐咧仲係極度重度嘅智障，所以就要被收留喺社福機構入邊嘅。而小美咧就好彩少少，佢其實就係兄弟姊妹當中最輕微嘅。咁5月18號就係小美失蹤之後嘅第一日啦。上堂嘅時候，老師就發現小美個位係空咗嘅，因為小美平時好乖啦，好少會無啦啦就唔返學，咁所以咧老師就覺得有啲唔妥，就即刻打電話俾小美爸爸。小美爸爸咧就喺個電話入邊咧語氣好冷靜嘅，咁佢就同老師講：啊老師啊，唔好意思啊，小美可能係去咗佢媽咪度過夜嘅。原來咧小美雖然係同爸爸住，但係有啲時候都會去媽咪或者係契媽屋企過夜咁樣。小美爸爸以為今次都係一樣，所以就冇擺喺心入邊。但係你唔會過夜過到學都唔返啊嘛？係啦，咁正常嚟講，可能佢以為係一次半次嘅例外咁咯。可能佢今次會唔會係唔想返學啊咁樣？咁佢就冇特別去諗啦。咁到咗5月19號啦，甚至係20號咧，小美都仍然係冇返學喎。咁老師就再打電話過去啦。小美爸爸咧就開始有啲驚啦，佢就問勻晒身邊嘅所有親戚，但係都冇人見過小美。呢個時候佢先意識到，平時其實又乖又單純嘅女女都已經失蹤咗幾日咯，完全音訊全無。但係都有幾日後先至去察覺呢樣嘢咯。即係正常，你如果第一日老師打完俾你，你都會可能打俾佢阿媽咁樣 confirm 下噶嘛，問下咁樣咯。可能佢掛住返工話唔知，即係其實佢唔係幾日之後先發現嘅，佢係1日之後，即係可能18號嗰日仲係好放心，可能19、20號就開始揾啦咁樣咯。係啊，即係但係已經離佢失蹤係幾日嘅時間啊嘛。係啦。咁最後小美嘅爸爸都有決定到報警去報佢嘅失蹤啦。喺小美失蹤期間呢，亦都發生咗一啲係好難以解釋，咁我哋都會覺得有少少靈異嘅事。咁以下嘅內容呢，其實都係家屬同埋媒體嘅轉述嚟嘅。咁小美嘅爸爸同埋大仔有提到喺小美失蹤之後，佢哋連續2晚都有夢見小美嘅。喺夢入邊，小美係咁喊講：我覺得全身好凍啊！爸爸，你要幫我報仇。更加奇怪嘅係，小美爸爸同埋細仔喺屋企瞓覺嘅時候咧，會無啦啦覺得全身都好痕，好似有嘢喺身上躝咁樣。亦都有個小美嘅朋友話俾佢聽，佢夢見咗小美咁樣。即係總共有3個人係小美失蹤之後曾經夢見過佢嘅。係啦，而且係當時小美淨係失蹤嘅啫，未知佢係受害或者係乜嘢咁樣嘅情況。咁我哋就開始按照時間序話俾大家聽，到底喺小美失蹤之後發生咗啲咩事呢？5月18號亦都係小美失蹤嘅第一日凌晨時間，消防局咧就收到一個喺公共電話打過嚟嘅報案。台灣嘅消防局咧其實會負責埋119嘅緊急報案派遣。咁喺電話入邊嘅男仔咧就話，竹林橋下有一個女仔瞓咗喺嗰邊。咁我姓張，我唔想有啲咩麻煩，你哋快啲去睇下啦，咁樣。咁由於電話講到話有個女仔瞓低咗啊嘛，咁消防局咧就驚會唔會係有傷者，所以就叫咗白車過去。但係由於竹林橋下嗰個地方其實都幾大下嘅，咁所以白車揾嚟揾去咧都揾唔到，於是咧就收隊啦。喺5月21號，小美失蹤嘅第4日，呢一日嘅朝頭早，新竹縣竹東鎮嘅河濱公園就有一啲黃色嘅警戒線拉起咗。呢度咧其實就平時係啲居民散步啊、做運動嘅地方嚟嘅。竹林大橋橫跨喺頭前溪上面，咁橋底嘅陰影位平時好少人會行入去嘅，而警察會嚟咧都係因為佢收到人報案咁樣先過嚟，話有人喺嗰度發現咗屍體。當第一批警員去到現場嘅時候，佢哋首先聞到嘅係一陣好濃烈、混雜住啲泥土味同埋腐肉嘅臭味。
佢哋撥開橋底一啲比較偏僻位置嘅草叢，就見到有具屍體。而呢一具屍體咧，就好似俾一啲枯黃色嘅草包裹住全身咁。當佢哋行近啲，所有人都忍唔住打咗個冷震。接下嚟會有關於屍體嘅描述。如果會感覺到不安嘅聽眾，可以大概飛到去5分鐘之後，或者你可以飛住嚟聽。瞓喺嗰度嘅係一具死狀慘不忍睹嘅屍體。屍體嘅下半身呢已經係燒到焦黑碳化，全身都係布滿住蛆蟲嘅。哇！腐爛嘅情況好嚴重，佢嘅左腳已經消失。係腐爛到消失。係。資料入邊提到一位義務協助修復遺體嘅修復師，叫做陳庭儀。佢回憶話，當佢打開屍袋嘅時候，見到嘅係成千上萬嘅蛆，甚至用強力水柱都沖唔晒，只能夠用鉗一個一個夾出嚟。哇！係。佢感嘆呢一個係佢一世都冇辦法忘記嘅慘狀啊！梗係慘啦，咁多咗啲蟲，但係你要逐條夾出嚟，核突咯，係啊，好 respect 啊，對佢所做嘅嘢。最令現場人員感覺到心寒，唔單止係火燒嘅痕跡，而係死者嘅面部，佢成塊面竟然俾一啲好厚嘅沙石塗抹遮住咗，好似有人特登想抹走佢嘅容貌，認唔出佢原本嘅樣咁樣。係睇落就好似想隱瞞呢個屍體嘅真實身份咯。又講到有即係抹走佢個樣啊，又講到有啲燒嘅痕跡咁樣。咁佢哋再睇真啲，發現死者嘅頭部呢係有明顯嘅凹陷，太陽穴都受過重擊。面部幾乎係全毀。咁到底呢一個咁荒涼嘅橋底係第一嘅案發現場啊，定係棄屍地點呢？根據法醫同埋鑑識人員嘅初步報告，死者咧係一名年輕女性嚟嘅。因為咧佢個屍體係嚴重腐爛，一開頭根本冇辦法確認佢嘅身份。法醫解剖之後發現，死者嘅死因係頭部受過2次極其嚴重嘅重擊，導致嚴重嘅腦震盪，最後傷重死亡。除此之外，死者亦都全身傷痕累累，內臟咧都有嚴重嘅損傷。更加令人心痛係法醫喺死者身上採集到佢曾經係俾人集體性侵過，即係唔止一個人添。至於火燒嘅痕跡，證據顯示死者係死後再俾人淋汽油去燒屍嘅。咁啊，集中燒佢嘅下肢、左腹同埋胸部，但係就燒唔成，就純粹係留低咗啲燒傷嘅痕跡咁樣。係啦，警方就正喺度煩緊，究竟呢個死者係邊個呢？咁聽到嚟呢度嘅聽眾，大家都應該會估到，其實死者呢就係14歲嘅小美啦。關於兇手又有冇線索呢？或者我哋不如講翻警方點解會無啦啦去查竹林橋下啦？佢收到嘅報案又講咗啲咩呢？話說咧，就有一名喺工地做嘢嘅細路啦，少年啦，或者係佢喺網吧咧識咗一位11歲嘅細路女，而呢個細路女咧就同佢晒命喎。咁我哋叫呢個細路女做小芬先啦。小芬咧當時就咁話啦。有個女仔叫做小美，已經俾我哋做低咗啦。佢就俾我叔叔打死咗，抌咗去竹林橋底啦。咁本身呢個少年呢，就覺得，哇，呢個細路女吹水廢噏啦。但係咁啱，其實呢個少年係識得小美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喺網吧度識，大家都係喺嗰個 spot 度蒲頭咁樣啦。係啊，即係蒲開個網吧，大家都認得。咁發現本來應該成日都去網吧或者每一日都去網吧嘅小美，的確已經有幾日唔見咗人，係好反常嘅呢件事。少年就覺得事態有啲嚴重，即刻咧就話俾工地嘅老細聽，而佢哋亦都去咗揾小美嘅老師睇下小美有冇返學啦。咁都好負責任，有去 fact check 下。係咯，咁好啊！即係嗰個工地嗰個老細聽到有個僆仔咁講，佢就真係去幫佢 check 一 check 咯。可能都事關重大，細路女咁樣話俾人殺死咗，
係咯，而且小芬又真係咁口沒遮攔，周圍同人講。好事啊！佢口沒遮攔先揭發到呢件事㗎嘛。係啊，真係仲要好似喺度晒命咁咯。係。點知呢個老師就真係話小美已經有幾日冇返學，咁所以佢哋就報警啦。所以呢，其實就算條屍係燒到咁樣，都 connect 咗呢個人應該就係小美啦，咁樣咯。咁而家呢，其實只要揾到細路女口中嘅叔叔，就會揾到兇手啦。因為啱啱小芬都講到啦，俾我叔叔打死咗，抌咗喺竹林橋底，其實都認咗啦，係咪？咁於是呢，警察就揾嚟呢一個嘅細路女啦，就問佢啦：喂，你個叔叔其實係邊個啊？咁啊，小芬呢就答：係阿雄叔叔。警察又問啦：係邊個阿雄叔叔啊？全名叫做咩啊？小芬就再答佢：係林春雄叔叔。林春雄對於當地警察嚟講一啲都唔陌生啊！佢31歲，綽號冥王嘅林春雄。冥王？我知你諗咩？咁中二病嘅呢個？我知你諗緊乜嘢？你係咪諗緊冥嘢？係中二病，我知嘅。但係其實我要解釋下嘅，點解叫冥王？有好大有來頭嘅呢個人，有背景嘅。點解佢叫做冥王呢？林春雄喺佢嘅 Facebook 寫過：有我在的地方，你就看不到太陽。呢個就係冥王呢個名嘅來源啦。佢又自稱為三環幫占石之父，仲成立咗一個叫做東泰聯盟嘅組織嚟勒索財物。佢成日都搞事嘅，令到當地警察都好頭痛。警察同埋佢嘅豬朋狗友形容佢只要一飲大咗就乜都做，四處撩事鬥非嘅。喺5月20號，亦即係小美屍體被發現嘅前一日，甚至呢個林春雄就撞正警官田 Sir， 佢仲問阿田 Sir 啊，你哋分局嘅人有冇揾我啊？田 Sir 就梗係一頭霧水啦，同佢講：你冇犯法，我哋揾你做咩啊？事後田 Sir 醒起呢個對話，都恍然大悟啦。即係其實佢想戳一戳究竟有冇佢嘅一啲罪證咁樣。係。或者睇下你哋查唔查到啲乜嘢咁樣。本身阿田 Sir 其實唔太相信林春雄會犯啲咁殘暴嘅暴行㗎，因為喺佢眼中呢一個林春雄雖然令到佢哋好頭痕，但係都係啲小錯嚟嘅啫。譬如佢會盜採林木，即係可能有啲樹木係唔劈得嘅，係受保護嘅，咁佢就會拎呢啲林木落去賣，咁被判刑咗啦。仲試過因為溝女溝唔成，就拎個鐵棍打傷人，仲放火燒人哋架電單車同埋招牌。咁但係啊，由於小芬將呢單案交代得好細節、好清楚，所以林春雄對小美所做嘅嘢其實都8九不離10㗎啦。到底當日發生咗咩事呢？點解小美會俾人咁殘忍咁虐殺呢？我哋而家就嚟慢慢講返當日所發生嘅事。喺小美失蹤嘅最後一夜，5月17號嘅夜晚7點幾，當晚小美自己一個喺網吧上網，就撞到都係同樣喺網吧識嘅兩個女仔，分別係11歲嘅小芬同埋9歲嘅小儀。佢哋嘅家庭背景都好相似嘅，其實都係缺乏家庭溫暖，屋企人疏於照顧，所以咧就自然而然咁樣玩埋一齊啦。值得一提嘅係，原來林春雄同埋佢女朋友黃曉雲有時候放咗工都會嚟呢間網吧度玩，所以就認識咗小美、小儀同埋小芬。據講，小美當時係喺小芬同埋小儀面前，隨口就用粗口鬧咗當時27歲嘅黃曉雲。小芬覺得好嬲啊，就即刻打電話俾林春雄報傳。話小美喺網吧度蝦我哋啊，鬧我哋啊，甚至鬧埋阿嫂黃曉雲。咁呢個黃曉雲同埋林春雄呢，就係男女朋友嘅關係，但係佢哋之間係有一個10歲嘅女嘅，只不過係冇結婚啫。林春雄聽到呢個電話之後就大發雷霆，隨即號召咗佢嘅同事，包括係26歲嘅陳哲瑜、22歲嘅古志強、19歲嘅何文軒，同埋黃曉雲，成班人咧就去網吧度捉人，俾個教訓佢哋啦。哇！使唔使啊？對一個14歲嘅細路女啫，係 call 碼嗰啲。係
咁我之後咧就會簡化佢哋個名啦，即係除咗林春雄同埋黃曉雲之外，其他嗰啲流羅我就叫佢做阿陳啊、小強啊、阿軒啊咁樣咯，好唔好啊？好啊。好。咁啊，小強同埋阿陳咧就負責上樓捉阿小美落樓啦。小美一落到去就俾人當眾冚咗幾巴，小美不甘受辱，鬧翻佢哋一句。而呢個舉動亦都徹底激怒咗呢班人。隨後呢班人就好似捉賊咁樣，強行將小美鉗咗上架電單車，將佢押到去附近國小旁邊嘅步道。步道咧即係等於俾人行嘅一啲小徑或者道路咁樣啦。喺嗰度，佢哋對小美進行咗第一輪嘅殘酷毆打。各位聽眾，你可以想象下當時嘅畫面，一個14歲嘅女仔被一班大人圍住毆打。所以有一個路人經過見到嘅時候，都有出現制止，就話：喂，你哋唔好再打佢啦，咁樣我就要報警噶啦。係咯。係咁，但係當時呢個路人見佢哋俾佢制止完之後，真係有停到手，咁就冇報到警。呢個其實係小美最後獲救嘅機會啊！如果呢班人當時識得驚，真係停晒手，或者路人係真係即刻有報到警，悲劇或者都可以避免。但係呢班人完全冇諗住收手啊，反而為咗避開路人，就將小美帶到去一個更加隱蔽、更加黑暗嘅地方，亦都係我哋一開始所提到嘅竹林大橋嘅底下。即係有人報警嗰度。揾到屍體嗰度。去到橋底，噩夢先真正開始。呢個時候嘅小美已經傷痕累累啦，但係呢班人仍然都冇收手，甚至因為轉移咗陣地，仲要俾人威脅話要報警，加埋所有嘢，佢哋會覺得好麻煩、好燥底，就更加嬲，而將呢種憤怒就繼續發洩喺小美度，對佢拳打腳踢，甚至阿陳喺現場威脅嗰兩個女童，即係11歲同埋9歲嘅嗰兩位。同佢講話，你哋要一齊打，邊個唔打佢，下個我就打邊個。哦，即係拉埋佢哋落水。係。連兩個細路女其實都係喺現場，即係睇住佢哋咁暴力咁樣對待另一個女仔。冇錯，呢兩個細路女都係喺現場，你可以想象呢兩個細路其實都好驚會變成下一個小美。係咯。唯有跟住一齊打。可能其實我諗緊去到嗰個地步，佢兩個會唔會有一絲後悔？哇！搞到件事咁大呢？可能佢哋都想象唔到嘅，會唔會？冇諗過啦，佢初時報串，可能就想俾個教訓佢啫。係啦，咁而家就係兩個細路女跟住一齊打阿小美啦。咁再之後又點呢？阿陳就同小美講話，俾兩條路佢揀，一係就俾人打死，一係就俾佢哋強姦。作為同性同埋作為林春雄嘅女朋友黃曉雲，非但冇阻止呢件事，反而帶住兩個細路女行開，等班男人可以安心咁樣施暴。小美喺孤立嘅情況之下，俾4位成年男子輪流性侵特請。性侵過後，佢哋對小美嘅凌虐係冇停止嘅。呢班人就用好大嘅鵝卵石瘋狂揼向小美嘅身體同埋要害。小美喊住咁求饒：對唔住啊，我唔敢噶啦。但係換嚟嘅只係更加惡毒嘅辱罵。最後林春雄拎住安全帽，即係頭盔，連續重擊小美嘅太陽穴同埋頭部，直到佢陷入深度昏迷，成個人冇晒反應為止。成個虐殺過程由啱啱嘅7點幾到而家嘅9點幾先至結束。打完人，性侵完人，而呢班人竟然將重傷昏迷嘅小美就咁抌咗喺橋底度等死，然後成班人呢就一齊去咗附近一間卡拉 OK 度唱歌歡呼，慶祝佢哋攞回公道。哇！即係佢哋都冇諗過小美嘅之後嘅後果係點喎？當佢哋前往去唱 K 嘅時候，阿軒呢就去咗公共電話度打咗119報案，亦都係我哋開頭所講嘅嗰個電話，話有個女仔喺竹林橋下等待救援。但係好可惜，因為阿軒並冇好詳細講出個位置喺邊度，所以當時嘅救護人員並未能夠喺橋下成功揾到小美。哦，原來嗰個電話係佢打嘅。冇錯。如果揾到都可能仲有機會有得返，但係可能真係冇辦法揾唔到。咁佢哋唱 K 唱咗成個幾鐘之後，阿陳同埋小強可能心虛啦，佢哋決定返去現場度睇睇。
當佢哋發現小美已經冇咗呼吸同埋心跳啦，佢哋喺慌亂之下就將小美嘅屍體拖咗去好偏僻嘅草叢入邊，然後再返去卡拉 OK 嗰度同林春雄報告小美嘅死訊。當晚11點幾，林春雄、阿陳、小強同埋阿軒4個人就再次返到去現場。佢哋竟然喺小美嘅面上塗咗嗰層厚厚嘅沙石，目的呢就係想令到條屍唔好咁容易俾人認到個樣，甚至係怕小美會託夢索命啊！啊，即係點？即係佢哋都覺得會有託夢呢回事。可能係咪台灣普遍都會有少少呢啲迷信嘅？我唔係好清楚。但係即係遮咗個樣就冇得託夢啦。唔知佢個風俗，唔係好清楚佢嗰啲傳統嘢係點樣。但係佢可能佢哋嘅心目中就係咁樣，冇咁驚啩。我唔知佢哋啦。去到第二日5月18號嘅深夜，佢哋4個人去買咗一啲汽油返嚟，由阿軒親手點火焚屍，企圖徹底消滅所有嘅證據。哦，其實佢哋真係想燒屍嘅本身，所以嗰個屍體先有啲燒燶嘅痕跡。係冇錯，但係始終法網恢恢。喺5月21號，警方都喺橋底度揾到屍體。而當晚，警方翻查咗網吧嘅監視器，並且對比舉報嘅線索，就迅速將涉案嘅5名大人同埋2名細路都全部緝拿歸案。確認案情之後，呢2名女童呢就交翻俾家長領回，而且隨後佢哋都經由少年法庭審理，裁定咗安置輔導保護處分。可唔可以講下呢個處分其實係咩嚟嘅？具體啲？其實呢個處分就係講，因為佢係少年法啦，首先，所以佢係少年法入邊獨有嘅嘢嚟嘅，就係話如果呢一班人係缺乏家庭嘅教養或者係家庭功能失調嘅時候，法院呢就會裁定將呢一班嘅少年安置喺適當嘅福利、教養或者醫療機構中，由一啲專業嘅人士去提供更加穩定嘅生活照顧同埋教育輔導，令到佢哋可以重返社會嘅一個處分咯。係，即係總之就係再教育佢哋啦，重新教育佢哋啦。係啦。咁但係佢哋都冇話有啲咩具體嘅一啲懲罰嘅，純粹就係用呢個就係處分嚟㗎啦。係一個處分。係啊。咁我哋就嚟講下其他人啦，講下其他嘅兇手啦。林春雄喺建築工地其實就擔任工頭嘅。阿陳、小強同埋阿軒3個人呢，都係林春雄喺工地工作嘅同事，或者透過工作去認識嘅人。而呢一班人呢，因為喺同一個工地度做嘢啦，關係都幾要好，平日收工之後都經常一齊飲酒聚會咁樣嘅。佢哋俾人拉嘅時候呢，其實其他人一係就耷低頭，一係咧就揾件衫遮樣。我睇條片就淨係得林春雄俾人拉嘅時候，佢抬頭挺胸，面對記者質問，佢都面不改容，好似唔覺得自己做咗啲咩錯事咁嘅。佢喺落網之後嘅態度亦都係極之囂張，完全冇悔意。佢仲問警察：你哋憑咩拉我啊？而佢女朋友黃曉雲被捕之後，仲要俾人影到佢喺警局嬉皮笑臉咁問阿 Sir 拎煙仔食，真係唔當一回事喎佢哋。係，我睇條新聞片嘅時候，入邊警察亦都提到一個好靈異嘅一個小插曲啦。咁啊，大家聽下當係故事仔咁樣就算啦。就係因為呢個林春雄佢一直都唔認罪啊，一直都唔承認自己做咗啲乜嘢。咁喺審呢個林春雄嘅時候呢，警局入邊發生咗一個好靈異嘅事，就係話警局入邊呢就有關公嘅像或者係拜關公嘅嘢啦。咁當一個林春雄一直都唔認嘅時候，突然間關公像前面其中一隻杯就跌咗落地下。警察就話其實呢3個杯呢都係擺得比較入嘅，平時係從來冇試過隻杯跌落地下呢樣嘢。啲警察就覺得係連關公都嬲呢個林春雄咁樣講，即係有晒證據佢都係唔認。係呢個林春雄佢嘅性格係好暴戾嘅，而佢嘅性格咁樣好可能同佢嘅原生家庭都有關。資料提及林春雄16歲嗰年，佢親眼見到媽媽頂唔順同居人家暴。咁呢個同居人就唔係爸爸嚟嘅，而係媽媽嘅男朋友。媽媽頂唔順佢家暴佢，於是媽媽喺飲咗酒之後拎住把刀殺死咗對方。
而犯罪防治學系嘅教授亦都指出，呢一種負面嘅成長環境令到佢潛意識入邊有嚴重嘅自卑感，所以佢要扮到一副好強悍、好暴力嘅樣去解決問題。加上佢目擊到媽媽係拎住把刀去解決咗痛苦嘅根源，好快咁樣就冇人再家暴佢媽媽啦。於是佢就學會用暴力去解決問題。仲有更加令人難以想象嘅係，佢喺案發後消失嘅嗰一日嘅下午，佢竟然仲係喺 Facebook 度 post 咗一張同自己親生女女嘅合照，寫住我嘅寶貝女。啱啱都講咗，佢個女係10歲，死者14歲，其實都係人哋生命中嘅寶貝女同埋寶貝妹妹。而呢一張相亦都俾憤怒嘅網民發現咗，大家都好嬲啊！成立咗一啲 fans page 去公開佢女女嘅相，而標題都寫住我個爸爸係殺人犯。咁黃曉雲係咩人呢？黃曉雲亦都係屬於當地嘅一啲邊緣社群，佢嘅生活圈子多數都係建築工地嘅一啲勞工，譬如就係林春雄同埋嗰一班同事。資料入邊呢，對佢童年嘅記載比較少。但係提到佢同林春雄同埋其他共犯，其實平時收咗工之後呢，都會一齊飲酒同埋聚會嘅。黃曉雲同埋林春雄，佢哋早於2004年至到2005年係認識同埋拍拖，兩個人呢就喺2005年生咗個女，隨後兩個人就曾經一度分開，直至到案發前嘅2015年農曆春節期間先再復合翻，並且開始同居嘅。而關於小芬同埋小儀嘅家庭背景又點呢？小芬嘅爸爸其實係坐緊監，媽媽一路做嘢一路照顧佢。小儀嘅父母離異，再加埋因為工作嘅關係，成日到深夜先返屋企，對小朋友係疏於管教同埋照顧。因為屋企缺乏照顧同埋溫暖，呢兩個女仔長年都係喺竹東市區度吃，同埋兩個都係因為同樣好中意玩 Minecraft而認識為好朋友嘅。佢哋成日都一齊逃課、流連網吧。喺案發之前呢，其實已經被學校列為高風險輔導個案。小芬因為缺乏長輩嘅關愛，佢成日都跑到佢嘅鄰居林春雄同埋黃曉雲嘅租屋處度玩。喺佢嘅心理狀態入邊，佢一早就已經將林春雄同埋黃曉雲兩個人係當咗權威依靠，甚至產生咗一種病態嘅崇拜感，將佢哋視作為父母一樣嘅替代品。都唔出奇啊，因為始終都缺乏家人嘅一啲照顧或者陪伴。咁有兩個年紀比較大少少嘅咁樣。呢單案呢，喺法院審理嘅過程入邊都經歷咗好漫長嘅擺動，判決就喺死刑同埋無期徒刑之間反覆咗5次，書都值得講一講嘅。首先喺新竹地院1審同埋2審嘅時候，法官就認定為5個人手段殘忍，但係考慮到仍有教化嘅可能，就判定林春雄、黃曉雲、阿陳、小強、阿軒5個人都係無期徒刑。但係2審入邊，小強、阿軒同埋黃曉雲呢就有酌量減到刑，分別改判為28、25同埋20年嘅有期徒刑。網民同埋市民對呢個判決係好嬲啊！遲啲再補充多啲，佢哋點解會咁嬲啊？因為單憑4個字教化可能呢樣嘢，係令到大家都好嬲。係咯，點樣判斷佢哋仲有教化嘅可能？而最高法院呢就認為2審未具體說明點解認定佢哋冇殺人嘅犯意，書就叫佢哋要再審過。再審多次啦，叫做首度判死嘅。佢哋審完之後呢，法官認為林春雄嘅惡意好大，毫無悔意，而且冇教化嘅可能。為表彰社會正義，就改判林春雄死刑。其他共犯入邊，阿陳、小強同埋阿軒呢3個人呢，仍然係判無期徒刑。但係黃曉雲因為冇參與到性侵，就判咗20年。咁最高法院呢，竟然喺之後又撤銷咗林春雄嘅死刑喎。理由包括話未詳查受害者受到重擊後，如果當時及時送醫，係咪仲有獲救嘅機會呢？
同埋佢話林春雄當時係飲咗藥酒，即係保力達 B 呢一個藥酒之後，佢嘅精神狀態係咪會影響咗佢嘅判斷能力呢？以及傷害故意如何轉化為殺人故意等等嘅5大疑點。而之後呢，法官又再判啦，認為虐殺嘅手段好極致，比一刀致命更加殘忍，所以2度判處林春雄係死刑，而其餘4人係判無期徒刑，包括黃曉雲都係嘅。最後嘅定憲啦，最高法院再度撤銷咗死刑。最高法院指出，林春雄雖然當時尚未履行呢個賠償，但係佢主張佢有土地有車，可以做一個和解金，大概係1100萬台幣俾死者嘅家屬，似係一種悔過嘅意思。而且性侵呢個罪名呢，僅憑住共犯嘅自白係有違證據法則。呢個喺當時引發咗社會對於有錢賠償就係咪等於有悔意嘅一個劇烈討論。唔知道聽眾你哋點睇呢？係咯，即係好似因為佢有呢筆錢叫做所謂嘅賠償，就因為咁樣減刑，係啦，我覺得咁樣好似唔公平，唔係幾公平咯，的確。結果最後嘅定憲係5名被告全部都係無期徒刑噶，甚至喺定憲之後嘅半年，林春雄都仲係想要再審，想要降低刑罰。但係法院就話唔再審啦，咁樣就真係5個人都係無期徒刑啦。案件定憲之後，社會輿論一片譁然，好多民眾都覺得呢個係恐龍判決。恐龍判決咧喺台灣社會入邊係一個諷刺性嘅用語，用嚟講嗰啲脫離社會現實、違背一般大眾認知同埋正義感嘅司法判決。佢認為呢樣嘢對死者同埋家屬都係好唔公平噶。而呢個詞彙就係比喻法官就好似恐龍一樣，雖然體型龐大，即係權力好大，但係感官同埋大腦就反應遲鈍，冇辦法理解社會嘅悲痛同埋佢哋嘅憤怒嘅原因。唔知道聽眾你哋又點樣睇呢個判決呢？你哋覺得係應該要判佢死刑啊，定係無期徒刑呢？我知道香港冇死刑噶嘛，咁唔知道大家又點樣睇呢？聽到判決嘅小美爸爸都覺得好無奈，但係佢只能夠講，咁我又有咩辦法呢？呢班人好似都得唔到佢哋應有嘅處罰，但係故事並冇嚟到呢一度就完結。2021年嘅10月22號朝頭早，林春雄喺台北監獄啱啱食完早餐，要到監獄工廠度做嘢，突然之間佢感覺到四肢無力，飆冷汗，跟住就暈倒喺地下啦。雖然好快佢就俾人送到去醫院急救，不過都係宣告不治。喺死因嘅記錄上面寫嘅死因係心跳休止，而當時佢只有37歲。哇！我諗起死亡筆記喎呢樣嘢，係因為都係喺法律上得唔到公義而。即係好似有人喺死亡筆記度寫佢個名，令佢受應有懲罰啦。同埋死亡筆記嘅死法通常都係心臟麻痹而死啊嘛。係啊。即係好似佢就無啦啦咁樣瞓攣低咗，然之後就心臟休止咗。係啊。即係一個好意外嘅死法咯。係。而最吊詭嘅係林春雄喺佢服刑期間，佢其實係冇咩就診嘅記錄噶，健康都冇咩特別出過啲咩狀況。但係由於家屬拒絕解剖，所以都冇辦法得知詳細嘅死因報告啦。呢個消息傳出之後，好多網民同媒體都形容為現眼報啊，認為法律雖然懲罰唔到或者判唔到佢死刑，但係冥冥中自有主宰，人在做天在看。家屬拒絕解剖有冇話係咩原因？冇，資料度冇講。係。至於嗰2名9歲同埋11歲嘅細路女，佢哋就好似啱啱咁講，被法庭判咗去安置輔導保護處分。但我咁諗啦，佢哋嘅人生其實由嗰一晚喺橋底執起石頭或者幫手打嘅嗰刻開始，其實已經偏離咗正軌啦。到底係咪真係可以真真正正咁樣行翻一條正確嘅路呢？而我覺得呢一單命案就係由一個好多個嘅問題家庭同埋社會邊緣人而集結而成嘅悲劇。絕對係。我喺度整理資料嘅時候呢，其實我一直都諗緊一個問題。我記得大學讀書嗰陣啦，諗下有學過性本善同埋性本惡嘅。
Ryan 啊，你係相信邊一邊呢？如果你問我，我係相信性本惡嘅，我係相信人類點都係會有犯罪嘅傾向。如果得唔到一啲正確嘅信仰、價值觀或者係教育嘅話，其實我自己覺得性本善嘅人呢係比較悲觀嘅，性本惡嘅人其實係比較樂觀。點解我咁講呢？因為性本善嘅人係講緊人天生係善良，但係之後係俾好多唔同嘅嘢去污染咗。係。咁但係性本惡嘅人起碼相信教育或者做一啲其他嘅嘢係可以令呢班人去行翻正軌，即係有機會改好嘅。係，我覺得係咯。如果你相信性本善，即係接受咗呢個世界其實係黑暗嘅，就會慢慢令到你變成惡。係啦，冇維持好嘅可能。係，但係如果你性本惡嘅，起碼即係都有機會做翻好，係咪？咩意思？係，我係咁諗咯。唔知道各位聽眾你又係相信邊一派嘅呢？我好記得自己由讀大學嘅時候已經相信性本惡咯。我覺得人天生係有啲 evil 啊，就好似嗰啲 BB 仔咧，咩都唔識就喺度喊去阻礙你啊，即係半夜就要喊扭嘢食咁樣，我都覺得好 evil 嘅。係你爸爸媽媽冇休息啊？係咁講啫，咁講啫。係啦，咁聽眾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究竟你係點樣諗呢？老實講啊，我睇完呢班人喺橋底所做嘅嘢啦，嗰種集體凌虐、性侵、火燒屍體，我個人係都比較相信性本惡啦。9歲同埋11歲嘅小童就已經參與喺咁兇殘嘅案件入邊，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可以通過教化去做翻個正常人呢？而當中小芬嘅喺案發，佢嘅表現係好淡定，甚至我唔肯定佢究竟有冇基本嘅道德同埋是非感，因為好似啱啱都提到，佢喺案發之後嘅第2日，竟然仲要晒命話嗰個女仔已經俾我哋做低咗啦。究竟佢嘅內心有冇內疚，或者係覺得驚，到底有冇呢？我諗可能佢都仲細啦，有一方面係。佢亦都好受林春雄嘅影響啊，我覺得，即係所以佢先會講出呢啲説話，唔多唔少都係，覺得好威，係啊，唔多唔少都係林春雄嘅影響，價值觀影響咗佢咯，我覺得。台大醫院其實都有一啲鑑定嘅報告啦，話呢班人呢，佢嘅智能係中低程度，即係呢班兇手全部都係中低程度。係啊，林春雄啦，阿陳小強同埋唔多邊個，阿軒係啦，再加埋黃曉雲啊，佢哋都係中低程度嘅智能，性格衝動，自我控制力不足，所以呢，就仲有教化性嘅可能，而判處無期徒刑嘅。係因為呢樣嘢而話佢哋仲有教化可能咯，即係話佢哋係因為認知能力唔夠，所以先會犯下呢啲嘅罪行咁樣。唉，我會咁諗咯。每一次講到啲案件都會覺得點解兇手就可以有教化嘅可能，咁死者呢？即係呢班兇手都冇俾機會死者去成長或者重新學習，俾佢有長大機會，但係我哋就要俾機會兇手，我係諗唔明嘅。係啊，小美都係得14歲啫嘛。係啊。好，咁案件呢就講到嚟呢度啦，都好似幾長喎，今日呢單案。係講下都幾長，都幾特別嘅案件啦，即係有少少一啲靈異嘅元素啊，即係你話報夢啊，或者係最後林春雄嘅死法啊，其實都係有一啲即係諗唔到嘅原因咯。係有啲好難解釋嘅事件啦。不過我想講台灣案或者某啲香港案都會出現一啲有啲時候係難以解釋嘅嘢，我覺得比起外國嘅案件，咁啊將來有機會可以再同大家講多啲呢一類嘅案件啦，都幾特別嘅。好啊，咁今日嘅案件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去收聽呢一類嘅案件呢，歡迎去到 follow 或者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嘅。亦都可以留言同我哋去互動啦，或者係喺Instagram 或者 Threads 咧去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哋嘅。亦都歡迎將我哋分享俾你嘅朋友聽。而且咧，其實我哋都有 Instagram 噶，大家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nstagram。有啲時候我哋都會出下啲 story 啊，想同大家互動啊 Q&A 啊咁樣。Sorry， 我隻貓喺出邊叫啊。係咯，講起貓，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咧，亦都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嗰度買個罐罐俾我哋兩隻貓。好，咁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拜拜。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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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